呢個一睇就明懶人包系列，用最簡單嘅方法幫你一次過搞清楚旅行同美食嘅重點，唔使花時間睇長文，俾你幾分鐘，一睇就明點樣玩，點樣食。今日我哋帶你搭台北捷運，用最簡單嘅方法一次過行運60個景點，由北到南，由山到海，紅線淡水信義線，綠線松山新店線，南線板南線，文湖線再加其他支線，最後仲有機場篇，帶你直衝桃園機場嘅機場快線。準備好未？等我哋用捷運玩爆成個台北啦！如果想睇嘅話，記得訂閱旅遊通呢個 channel， 按埋 like 同 share， 我哋馬上去片。象山站係睇台北天際線最經典嘅起點，出站行大約10分鐘就可以到象山步道入口。台北101係台北地標超高大廈，集觀景台、商場同多國菜於一身。微風南山喺101隔籬。ATT for Fun 走年輕潮流路線，集合主題餐廳、酒吧同娛樂設施，係夜晚聚會、睇展或者打卡嘅熱鬧好去處。大安森林公園係市區入面最大嘅陸地公園，每年螢火蟲季節嗰陣，夜晚可以去特定區域睇到一點點嘅熒光。東門站最大賣點就係永康街商圈，呢度俾唔少媒體同旅遊網站形容為台北必到嘅美食街。東門市場保留咗老台北嘅傳統市場氛圍，仲有容感時光生活園區同埋勤美0KM 山物所。至於容感時光生活園區呢，喺台北4日3夜系列第6集入面有介紹，想睇更詳細嘅行程同實景，可以去睇返嗰一集。中正紀念堂站呢個站最核心嘅景點就係國立中正紀念堂本身，台北必去嘅歷史地標。台北車站一帶集中咗高鐵、台鐵、捷運同客運轉運站，係全台灣交通最核心嘅樞紐。呢區同時近住海格格蘭大道同台灣博物館呢啲重要地標，加上有台北微風車站呢啲商場進駐等通勤轉車、行街同城市散步可以一次過搞掂。中山站出嚟，可以先喺台北當代藝術館感受下當代藝術嘅氣氛，之後行入赤峰街商圈。中山站附近仲有幾間百貨公司、地下街同埋特色咖啡廳。雙連站落車之後，梗係要行去寧夏夜市，由捷運站行過去大約幾分鐘，就會見到成條街都係密密麻麻嘅小食檔，一晚就可以食能幾款經典嘅台灣小食。大稻埕碼頭沿途會經過迪化街商圈，可以由夜市一路行到老街，再去到河邊睇風景。台北市立美術館係台北市最代表到現代同當代藝術嘅展覽場地。士林夜市由劍潭站行幾分鐘就到，係台北最出名、規模都算係最大嘅夜市之一。士林站可以當作去故宮嘅門口站，之後再轉巴士或者的士上山。國立故宮博物院喺外雙溪山腰，係台灣最具代表性嘅博物館之一。北投站出咗之後，轉搭一小段支線就會到新北投站。北投溫泉全區主要集中喺北投公園一帶，附近有北投溫泉博物館、地熱谷同埋幾間歷史比較耐嘅溫泉旅館。關渡宮係沿住淡水信義線，近住河邊嘅一個好有歷史味道嘅景點。最近嘅捷運站係關渡站，出咗站行一陣就到㗎喇。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係台灣面積最大、保存得最完整嘅紅樹林濕地之一。淡水老街由淡水站一出閘，跟住人流行幾分鐘就會到淡水老街，兩邊都係小食店、手信鋪同懷舊雜貨，可以一路行一路試魚蛋、阿給、鐵蛋、雪糕、魷魚燒呢啲招牌小食，好有台灣老街嘅氣氛。
松山祠有功係松山地區歷史好耐嘅媽祖廟，亦都成為咗饒河街一帶嘅重要地標同信仰中心。行出廟口就係好旺嘅饒河街觀光夜市，再行去河邊嘅彩虹橋，睇下燈光影喺河面同城市夜景。台北小巨蛋係台北市一個好重要嘅室內多功能體育館同演唱會場地。台北袖珍博物館係亞洲第一間以袖珍藝術做主題嘅博物館，主要展出1:12比例嘅迷你場景。台電大樓站附近行幾分鐘就會入到師大路同啲巷仔中間嘅師大夜市範圍。嗰頭有師範大學同幾間學校，所以多數係學生同後生仔女。街兩邊除咗有各式小食檔、飯盒店之外，仲有好多衫褲鋪、鞋鋪同飾物小店。一離開公館站就係公館商圈，四周俾台大、台科大圍住，所以成區都係學生客為主。衫褲鋪、文具店、手搖飲、平價餐廳全部集中晒，條街成日都好旺好熱鬧。南港展覽館站幾分鐘就到日系大型商場 LaLaport， 有超過300間鋪頭同埋嘢食集中晒喺度。信義商圈嗰頭聚咗好多大型商場，好似統一時代百貨、Dream Plaza、遠東百貨信義、尼豐信義同新汪3月信義新天地金。由潮流衫、化妝品到家居用品同食肆都樣樣齊。Bellavita 就主打名牌精品同高質餐廳。松山文化創意園區係由舊煙廠改建而成，係台北好有代表性嘅文創聚落。誠品生活松煙店就喺園區隔離，係鍾意文青風同慢活旅行嘅人必去嘅熱點。東區地下街連住忠孝復興嗰頭幾個地鐵出口，係一條好長嘅地下商場，有得買嘢、食嘢同埋有啲小鋪仔攤位。Sogo 用百貨公司嘅形式集合咗好多日本同國際品牌。微風廣場就行高質感同都市風格嘅路線，結合咗名牌專櫃、選物店同多國菜餐廳。華山1914文創園區係由酒廠舊建築改建而成，係台北最有代表性嘅文青散步同搞活動熱點之一。三創生活園區就主打3C 電子、電競同動漫周邊，等鍾意科技同2次元文化嘅遊客可以試玩新產品同埋掃周邊，一次過行到夠。西門町係台北最有代表性嘅後生仔潮流商圈之一，齊集晒流行服飾、街頭小食、戲院同各式主題店鋪。西門紅樓就係一棟紅磚8角嘅舊建築，結合展覽、市集同獨立設計品牌小店。夜晚周邊更加係酒吧同表演聚集嘅文青熱點。誠品午餐店提供書店、音樂同選物空間。龍山寺係台北歷史最耐、香火最旺嘅寺廟之一，係本地人求平安、求姻緣嘅重要信仰中心。貓皮寮歷史街區保留咗清代到日治時期嘅紅磚老屋同街道樣貌。晚甲夜市分佈喺龍山寺附近嘅街區，集合咗地道小食、傳統攤檔同平民生活嘅景象。美麗華百樂園係喺內湖嘅一個大型購物同娛樂中心，頂樓嗰個100米高嘅摩天輪就係佢嘅招牌景點。夜晚開咗燈之後坐上去，可以從高空望到成個台北嘅夜景。動物園站就喺台北市立動物園門口，出站行幾分鐘就可以見到熊貓、企鵝、樹熊啲人氣動物，超啱一家大細同埋動物埋玩一日。由動物園站搭貓空纜車，一路可以望到茶園、山林同台北盆地嘅景色。去到貓空站之後，附近有幾條茶園步道、觀景平台同小天空步道，可以一邊食茶餐，一邊遠望台北101同成個城市。A18 高鐵桃園站，高鐵桃園站隔離，行出去幾分鐘就到華泰名品城，過百個國際品牌同埋食肆。
由華泰名品城行過條天橋，幾分鐘就去到 X-Park 水族館，即刻好似走入藍色星空嘅海底世界咁。台北每條捷運線都收埋咗一段屬於呢個城市嘅故事，無論係淡水嘅日落、碧潭嘅湖景，定係信義區嘅夜景，你都可以搭捷運輕鬆行運，一張飛玩盡成個台北。下次一齊去更多地方啦！加個頻道已經開通會員功能啦，加入之後就會有會員限定嘅內容、額外嘅交通同行程小貼士、旅遊資訊，仲有更多精彩嘅嘢㗎。只要撳一撳下面嘅加入掣，即刻加入，帶你玩轉每個旅程。4日3夜台北系列，除咗公開版嘅行程介紹，仲準備咗一套更實用嘅捷運交通教學同細節資訊。喺會員限定內容裏面，會帶你一步一步行，話你知點樣搭最順，喺邊度轉車，出口點樣揀，仲有行過先知道嘅小貼士，呢啲都會整理成會員限定影片同附加資訊，等你可以一邊睇一邊跟住搭，